至於港島嘅杏花邨，風勢同樣強勁，間中橫風橫雨。塔巴逼近，凌晨之後各區雨勢一度增強。喺紅磡碼頭，呢對男女完全表現出風雨同路嘅感覺，有擔遮都近乎全身濕晒。塔巴以強烈熱帶風暴級數逼近，8號風球持續咗成晚，鯉魚門風勢一度強勁，有市民繼續釣魚。尖沙咀突然而嚟嘅傾盆大雨，落到好似瀑布一樣，帶咗遮一樣全身濕晒。喺石澳泳灘，巨浪一個接一個。大浪湧向岸邊，濺起幾米高嘅浪花。有市民無懼危險，唔理勸喻，一家大細到石澳岸邊散步同埋睇浪。天文台再次提醒，受納沙影響，海面有非常大浪，市民要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另外，鯉魚門咀對出嘅海面有船隻擱淺，工程船傾斜，靠喺岸邊嘅石堆，海面湧起大浪，不斷拍打船身。喺納沙嘅廣闊環流影響下，本港多個地區持續吹烈風，大嶼山、長洲、大埔等地最當風。南方電視記者郭麗婷報道。8號風球之下咁嘅場面，西貢海面一浪接一浪。風大雨大，雜物吹到成街都係。鰂魚涌華蘭路同太古城道交界，新落成嘅港島東中心高層有玻璃幕牆，連窗框俾風吹甩，窗框吹到去對面嘅華蘭花園，撞爛咗4戶人嘅玻璃窗，有窗框撞到扭曲，窗台都爛咗，鋼筋外露。樓下有住戶話，當時聽到好嘈。颱風海鷗最接近本港嘅時候，喺杏花邨激起多重浪，樹都吹到歪埋一邊，屋苑嘅工作人員都要涉水而行。尖沙咀就同樣風大雨大，
3個人擔一把遮，似乎有啲狼狽。有人就着雨褸漫步風雨中，有人睇浪。雖然海鷗正係逐漸遠離本港，杏花村嘅清晨仍然有強風大雨，街燈不時都搖下搖下。屋苑附近嘅坑渠有海水倒灌，有市民就冒住風雨走落街。重重浪花，越過圍欄衝上海濱長廊，大樹都冧咗落嚟。有市民冒住風雨落街跑步，但係被冧咗嘅樹擋住。中環成個下晝天氣都好惡劣，唔少打工仔收工之後都趕住去搭車，不過情況就好狼狽。天文台改發8號信號之後，喺西環有浪湧上岸，令到部分道路水浸。市區嘅風勢同雨勢明顯增強。銅鑼灣有巨型海報損毀。喺杏花村，唔少市民都做好防風措施，喺窗上面黐膠紙。而鯉魚門夜晚水漲，位於低洼地區嘅棚屋開始有水浸跡象。海面亦都出現湧浪，有船搖嚟搖去。喺尖沙咀碼頭凌晨1、2點，風勢最犀利，企都企唔穩。不過佢哋就好興奮，平時做唔到嘅姿勢，借助風力就做得到啦。吹到披頭散髮，影張相做見證先。不過擔遮似乎多餘咗啲喎。我相信咧，唔使我講，你都見到咧，依家出面情況好惡劣㗎。咁咧基本上依家係企唔穩啊。咁啊啲雨打喺塊面度咧，好似針咁痛㗎。
啱啱咧我對鞋都俾大風咧吹走咗啦，咁個身咧要向前傾斜啦，或者紮麻咧，先至可以企得穩。而喺西環水位急漲，亦都有市民嚟記錄風向同風速。風速計。無線電視記者潘慧琳報道。鸚鵡朝早已經開始發威，西環海邊波濤洶湧。喺大埔吐露港泊喺岸邊嘅小艇，亦都隨住大浪搖擺。鸚鵡正面襲港，天文台喺朝早嘅7點40分發出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6個鐘頭之後喺下晝嘅1點40分改發9號增強信號。鸚鵡下晝5點左右喺西貢附近登陸。無線電視記者吳景俊報道。今年最強嘅颱風鸚鵡夜晚越吹越強，唔少人專程去到尖沙咀天星碼頭呢一個當風位，感受下鸚鵡嘅風力。灣仔金紫荊廣場嘅風力同樣係咁強，風眼掠過香港之後，夜晚就開始橫風橫雨，啲雨越落越大，咁就算係擔住遮着晒雨褸，都一樣會全身濕晒。本港多個地方，例如係西貢同埋大美督等等，每小時嘅風速超過100公里，昂坪嘅陣風時速更加係達到167公里。天文台話，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嘅鸚鵡，風力喺晚上轉強。星期六朝早先至會考慮改發較低嘅信號。尖沙咀越夜越大風，雨吹到打橫行，記者企唔穩，帽都吹甩埋。棚架歪晒，台都吹走埋。8號信號底下，凌晨時分追大雨。天文台喺3點55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生效6個幾鐘頭，多處水浸。喺何文田公主道近培正道交界，有的士喺路中心死火，警車接載被困嘅乘客離開，警員就協助司機將的士推走。而喺西環一帶，沿岸風高浪急，大批魚被捲上馬路。天文台預計本港嘅風勢會冇咁大。
黑格比吹襲之下，市區晚上嘅風勢增強，雨勢間中亦都相當之大。但係市民要開遮擋雨，亦都唔容易。有人就索性連遮都唔開，寧願揼住雨行快2步。整路嘅鐵欄亦都俾強風吹倒，店鋪就做好防風措施。喺柴灣杏花邨有海水倒灌湧入屋苑。西環對開嘅海面就翻起大浪，並且不斷打上岸邊。有市民唔理危險，專登去感受一下颱風嘅威力。Where the sunrise lasts forever, and it's all you and me. We'll kiss the sky goodnight. Come get lost with me. Come get lost with me. 5日嚟第2個發出8號或以上信號嘅風暴。令水位上漲，強風夾雜大雨，一浪接一浪。喺港島東杏花邨嘅海濱走廊再一次水浸，坑渠有浪花濺出。上次天鴿浸到沒頂嘅地下停車場，未再見水浸。天文台話，鰂魚涌中午海水一度上漲至海面基準面以上2米幾，比天鴿時候嘅3米幾低。上次受災嚴重嘅鯉魚門海邊嘅欄杆、民房都未修理好，再有湧浪拍上岸。但係仍然有人唔顧危險游水。喺呢名嗱，原本咧柏卡登陸咗之後咧，呢度嘅風勢同埋雨勢一度都減弱咗嘅。不過呢一刻你都見到，其實依家都係吹住啲大風啦，同埋係落住大雨嘅。咁而早前咧，依家個風勢咧，其實間唔中吹過嚟嘅陣風咧，係人都企唔穩之餘咧，地下嘅一啲嘅雜物咧都被吹到飛晒起身。咁依家可以見到啦，海面望出去港島嘅方向，見到都係白蒙蒙一片嘅。咁啊，主要係咧，依家又落翻啲大雨。咁而依家呢一度尖沙咀咧，亦都係越嚟越多人。不過呢度大部分嘅商鋪、商場、食肆全部都係冇開到門。咁所以咧，我哋都同一啲部分嘅旅客傾過啦。咁佢哋咧就話咧會等一啲嘅商場咧喺稍後時間開翻門再去行街。我哋會跟進住最新情況，依家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天鴿吹襲之後唔夠1星期，輪到柏卡到訪。喺杏花邨海旁，水位升到同岸邊差唔多高，大浪不斷湧上岸。平台花園又再水浸，滿布沙泥。Come get lost with me. Come get lost with me. Just run away with me, darling. We'll get real lost. We'll get real lost again. Just run away with me, darling. We'll get real lost. We'll get real lost again.
大，浪亦大。杜鵑嘅強風橫掃堅尼地城嘅海皮，巨浪穿越鐵欄，不停衝上岸，人同車都唔敢行近。杜鵑喺香港一啲地方嘅平均風速達到每小時近100公里，相當於一架車喺公路上飛馳嘅速度。而喺吐露港嘅情況，風同雨就好似結合埋一齊咁，展示大自然嘅威力。杜鵑嘅威力其實喺港九新界到處可見。強風將啲雨吹得一陣陣打橫咁撇埋嚟，有遮分分鐘都等於冇遮。杜鵑亦都充分。暴風正面吹襲下嘅香港，雨乘住風，四方八面咁嚟。風就大到連燈柱都吹喐。多個地區夜晚風力增強，港島杏花村有樹木冧咗落嚟，有行人抵受唔住大風跌低咗，兩個人就攬住一齊行，避免俾風吹跌。杏花村呢邊呢，就近住岸邊啦，風勢咧可以話係非常之大啊！我哋咧其實已經係企喺離岸呢，有大概係100米嘅位置。但係咧，仍然可以感受到衛生棉嘅威力有幾大，啲人咧都係好難企得穩㗎。而且咧，海邊咧亦都係經常翻起巨浪啊！高度咧最高有成2-3米咁高，而且啱啱我哋都見到咧有一啲大樹啦嘅枝幹咧亦都係倒冧，係成個枝幹咧係跌咗係出馬路嘅中間嗰度，車輛咧都要係繞行㗎。不過咧雨勢咧比起1個鐘頭前左右啦就細咗啲啦，但係咧雨點咧都係好大力，打落係塊面嗰度咧，亦都有赤赤痛嘅感覺㗎。有而家咧都仲可以見到有啲市民咧係外出咁啊，翻到嚟屋企呢度，但係咧行步路咧都係非常之艱難啊！好多時咧都係要係挨住欄杆咁樣一路係一步步咁行。我哋會留意住咧呢度嘅風暴最新情況。而家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先啦。橫風橫雨，街上面基本上係冇人。不過喺大埔白石角，有人就出嚟海邊睇浪。颱風泰比安喺泰文被稱為雨神。呢個颱風帶俾香港嘅，除咗大雨，仲有強風。有帶遮嘅同樣頭痛，要企穩亦都唔容易。
種嘅風聲，連同紅磡碼頭海面嘅呢一層霧雨，都可以感受到10號信號嘅威力。相對全晚嘅風平浪靜，韋柏嘅風力幾何級上升。部分天花鐵片接連被吹跌，市民都慌忙走避。有大塊鐵片由一邊吹到去另一邊，隨時成為移動利器，採訪隊都要走避。喺10號颶風信號下，杏花邨持續大雨，風勢不斷增強。海面湧起白頭浪，不時拍打上岸，激起嘅水花有燈柱咁高。海面亦都不斷翻起大浪。韋柏帶嚟2年以嚟嘅第一個10號信號，隨住韋柏逐漸逼近，杏花邨繼續首當其衝，風勢同雨勢都不斷增強。樹木被吹到歪埋一邊，有市民冒住風雨出街，不過就算擔住遮，似乎都冇咩用。堅尼地城風高浪急，喺風暴潮影響下，水位明顯上升，風勢猛烈，海面翻起白頭浪，大浪更加拍打上岸。3層高嘅觀光船海龍明珠號喺西區對開海面隨風浪漂流，喂，撞啦架船！最終撞向招商局碼頭。對岸嘅紅磡碼頭同樣風雨飄搖，佢哋就要揸緊欄杆。天文台喺凌晨1點40分改發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1個鐘頭之後改發10號颶風信號。今次係自7月底韋柏襲港，天文台相隔2個月再次發出10號颶風信號，亦都係自1964年第一次1年內發出2次嘅10號信號。不論8號信號定係9號信號，傳統打風嘅當風位，港島東面嘅杏花邨風浪都不斷增強，仲越夜越猛烈。海浪越過海堤，衝上海濱長廊，如同將大海嘅範圍進一步擴大。間中亦都颳起高過燈柱嘅大浪，濺起大量水花。杏花邨風大雨都一樣咁大啊！啲雨水咧會隨住風勢拍埋嚟面上面，其實要睇清前面咧都唔係咁容易。10號颶風信號生效期間，呢度更加係橫風橫雨。強勁雨勢之下，能見度比較低，樹木都吹到左搖右擺。喺狂風中起霧之後，有一大塊樹葉飛咗出嚟，而馬路上就留有大批樹枝同埋雪糕糖等嘅雜物。除咗杏花邨，各區嘅天氣都明顯轉壞，旺角不時都落起陣陣大雨，市面人流稀疏。華加沙展示佢作為今年風王嘅威力，全晚巨浪浪接浪。天文台凌晨1點40分發出9號風球。
暴風雨接踵而至，1個鐘頭之後改發10號風球，係繼7月韋柏襲港今年第2度發出，亦都係相隔61年，再一次喺1年內2次掛10號風球。風暴潮令到水位急劇上漲，將軍澳海濱長廊海水直接湧上岸。淹浸海濱長廊10幾米外嘅行人路，浪冇停過，沖散水馬，漂流喺水上面，水一路沖落去單車徑隧道，幾乎沒頂。風勢相當之大，有樹被吹冧，成排水馬冧低咗。室內都無一幸免，面向海濱嘅店鋪大門打開咗，店內嘅台台凳凳一片狼藉，門外嘅設施都吹到四散。玻璃被沖爛嘅一刻，酒店入面有人大叫，有人一度企唔穩，但係再嚟一波湧浪，最終就跣低咗。據了解，事發喺半夜，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大堂被淹浸，水深到小腿。天鴿正面吹襲，喺港島杏花邨風勢強勁，海面翻起巨浪。天鴿嘅風暴潮加上潮漲，水位暴漲。香港啦，我喺呢度可以感受到天鴿嘅威力啦，係越嚟越犀利嘅。風勢同埋雨勢啦，仍然係有增無減。其實每隔1分鐘咧，就有一個巨浪，差唔多係5-6米高咁打埋嚟岸邊呢度。有人更加被吹跌，海水同埋強風影響整個屋苑。成條海濱長廊被海水浸晒，海水湧入村入邊。靠近海濱長廊嘅花園水浸嚴重。咁天光之後咧，風力係再進一步增強。好似我咁咧，要搭住個馬咧，有時先至可以企穩啊。樹葉、樹枝同埋雜物隨處漂浮，休憩設施被摧毀，屋苑商場被水浸，馬路都變成一條河流。泊喺路邊嘅車被浸至車身一半。消防員出動救援，有人喺風暴之下受傷，由救護員協助送院治理。停車場都唔能夠幸免，屋苑嘅地下停車場完全被淹浸，出入口被水淹沒，水深接近2米，大批車主到場了解情況。
向來係颱風重災區嘅杏花村10號颶風下，情況更加震撼。有人唔理天文台呼籲，走到海旁想影低強風一刻，好快就淹沒喺風雨中。要爬過石壆敗走，顯得有啲狼狽。杏花村入夜之後，全晚都風大雨大，樹木被吹到東歪西倒，亦都有大樹被吹到連根拔起。近西灣河一帶，從安全島可以感受風暴嘅威力有幾大。喺銅鑼灣，夜晚仍然有零星嘅市民外出，就算有遮都冇用。對岸嘅紅磡碼頭入夜之後同樣風大雨大，不斷有湧浪拍打上岸。碼頭附近有鐵皮圍板吹冧咗，跌咗喺地下。甚至有人要攬住石柱先至有企穩。喺紅磡海濱廣場有辦公大樓嘅玻璃窗被吹爛，小西灣南灣半島公共交通交匯處風雨由出入口打橫吹入嚟，吹喐啲車，吹爛巴士玻璃。哇！好犀利啊！比以往見過10號風球更加犀利啦！我而家又住咗成16年、17年㗎啦，都係呢次最犀利呢次，啲 lift 都閂唔沉門咁樣啦。先前咧就係即係唔係感覺唔係好大嘅，以為好似即係冇乜嘢咁啊！但一掛到去9號、10號之後咧，就個風力好大好多。山竹清晨起展示超強颱風嘅威力，當風嘅杏花村再次面臨考驗。我哋喺海旁直播，一浪接一浪，一浪高過一浪。杏花村海旁嘅位置非常大風同埋大浪，原本放正海旁嘅一個4層高嘅沙包啦，經過一晚之後咧，都已經全部吹散晒。海邊嘅長凳都抵擋唔到，有人一度被浪沖跌，連海膽都衝上嚟，有市民唔顧危險走近岸邊睇浪。由高位望落去，見到大浪冚埋嚟，有幾層樓高。海濱長廊完全被水淹浸，通道變成河流，海水湧入內街。停泊喺度嘅車只係見到車頂。由單位望落去，將軍澳海濱長廊被淹沒，隔離一個日出康城地盤，裝修工具吹冧晒。天晉對開馬路變成河流咁，雜物喺水度漂浮，私家車都浸晒。西貢亦都係當風位，10號風球下最高陣風去到時速180公里。
停埋岸邊嘅船隻不斷撞埋岸。就嚟企唔穩㗎啦，就嚟大到開始陸續都大㗎啦。你睇下出邊啲浪，今朝好少㗎。中午水漲夾住山竹風暴潮，沙田城門河水位上漲，成條單車徑浸晒。小西灣運動場完全被水淹沒，仲出現小漩渦。有線電視記者邱慧儀報導。山竹來襲，向來係颱風水浸重災區嘅大澳，雨勢同風勢下晝明顯加強。海面水位上升到同大澳橋差唔多同一高度，雜物飄到周圍都係。